神光，请只怜你聆听。命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我带你去找韩硕，但你要答应我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受他蛊惑。以后无论他任何花言巧语，你都不能再相信他。不会拦住他的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不行，我们这样根本找不到，我们还是上马蜂头找吧。玉，这儿呢。听人说你满城在找我，你跑哪儿去？我找你好久。当然是去做大事了。哎，正好，我正派人去寻你了。就算你今天不想见我，我绑也得把你绑过去。城主来了！母亲，母亲，芊芊，母亲！我要让你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海叔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理你，不该敷衍你，不该把你推给别人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做了。海叔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谁来阻止我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是不是摘不下来了？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。我不觉得这是你们花园城的徽记，我觉得这是你啊。我把你这朵带刺的花带在身上，怎么能算是委屈呢？虽然你总是刺我，但我心里欢喜。我愿意为了你留在这儿，一辈子都留在你的身边。那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不要管坏？还说不要！别动！别动！住手！城主，你看。我奉少君之命，为少城主燃放烟花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烟花？当然是烟花，不然还能是火药吗？你们花园城真是一点浪漫都不懂。烟花02军主，埋伏在城中各处的都是烟花，并非这样。桑琪啊，玄虎城在什么方向啊？在北面。城主这是何意？
谢谢玄虎城城主赐我一员虎将，韩硕算是毁在芊芊手里了，以后要为我花渊城所用。那是城主养了一个好女儿。罢了，说到底，儿女婚事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爱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吧。是烟花。少城主能够回心转意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咱们城主得知啊，也会这里有吩咐下去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轻举妄动。少君，您这么做可是在违背城主的命令。陈芊芊如果不喜欢我，我可以10倍100倍对她好，让她对我回心转意。但如果我杀了她母亲，灭了花园城，她一辈子不会原谅我。有没有后悔之前那样对我？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神光情，只恋你聆听。命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韩硕竟然为了芊芊改变攻城计划，放弃2城争夺，难道他对芊芊是真心的？都和你有关。还合理吗？不合理了。趁我余生未满，可否相结伴？